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保險理賠同爭議解決呢個主題。呢個聽落好似有啲技術性，不過其實好貼地，因為理賠就係保險公司最直接同客人接觸嘅一刻。講白啲，理賠係保險公司嘅櫥窗，客人喺出事嗰刻點樣被對待，就會決定佢對公司嘅印象。一間公司如果可以公正又快手咁處理索償，唔單止係履行合約責任，仲係建立信任、贏口碑嘅最佳宣傳。相反，如果拖拖拉拉，態度唔好，聲譽一定會跌。第一章，理賠嘅重要性同基本態度。理賠係保險行業最核心嘅一環，佢反映咗公司嘅專業程度同誠信。第一，聲譽就係最好嘅廣告。如果公司能夠合理範圍內幫客戶解決問題，客人自然會口碑相傳。反而拒賠或者拖延，就好容易搞壞品牌形象。第二，拒賠唔可以亂嚟，呢個係好嚴肅嘅決定，要有足夠理據，甚至要高層批准先可以落實。香港保險業聯會都有規定，拒賠一定要提供清晰、合理嘅解釋。第三，建立顧客信心。客人買保險嘅目的，就係想喺有事時有人幫，佢哋唔應該因為報案或者索償而覺得尷尬。保險人同中介人都應該保持同理心，態度要幫得就幫。有句業界名言講得好，即時支付有效索償，盡量寬鬆對待存疑索償，堅決拒絕無效索償。呢句就係理賠部門嘅精神指引，要公平、有彈性，但唔可以亂賠。第二章，有效索償嘅法律基礎。一份索償要賠得出，唔係靠情理，而係要合法又合理，要符合好多條件，例如保單要有效，保費要準時交，損失要喺受保風險之內，冇欺詐行為，遵守所有條款同保證，損失金額要超過自付額，亦唔可以違反公共政策。簡單講，誠信加符合法例加合約清晰等於有效索償。如果有啲案件唔完全符合要求，保險公司都可以靈活處理，例如通融賠付 ex gratia payment 冇法律責任，但基於人情同品牌考慮，通融賠少少，合理拒賠。如果真係唔屬於保障範圍，拒賠都要禮貌、有理據，唔可以態度差。第三章，保單條文入面嘅重點。好多理賠爭議其實都係因為忽略咗保單條文。第一，報案要快，好多保單寫明要即時或者盡快通知保險公司，如果太遲，可能影響調查，甚至會被拒賠。第二，被保險人嘅責任，要配合調查，要盡量減少損失，唔可以損害保險公司權益，要保存受損財物，要交齊證明文件，同時披露有冇其他保險，避免重複賠。第三，幾個重要條款。比例分攤條款，投保金額唔夠，賠償會按比例減。分擔條款，同一風險有幾份保單，就要一齊分攤。代位條款，保險公司賠完錢之後，可以代你去追第三方。第四章，理賠調查與證據。理賠最緊要就係證明，被保險人要提供收據、報告、記錄等等，保險公司就會揾專家幫手查清楚損失原因。常見嘅專業角色包括檢驗人 （Surveyor） 查實損失原因，理賠師 （Loss Adjuster） 幫保險公司分析責任同賠償方案，工程師 （Engineer） 技術分析，理算師 （Average Adjuster） 處理海上保險嘅共同海損。呢啲人都係理賠過程中嘅重要幫手，確保決定有理有據。第五章，結清方式與爭議解決。講到最後，索償點樣結清都好關鍵。常見嘅方式有直接出現金，幫你支付修理費；更換新件，恢復原狀，例如重建屋企；
理論上保險公司有權選擇，但實際上都會尊重客人意願，一齊傾。如果有爭議，就可以透過仲裁 arbitration 唔使上法庭，程序簡單啲。調解 mediation 第三方協助雙方傾掂。保險投訴局 ICB 為個人保單持有人提供免費仲裁或調解服務，處理金額唔超過100萬港紙嘅案件。ICB 仲可以處理非索償類投訴，例如懷疑保險公司有錯誤、疏忽、隱瞞等情況。總結，理賠唔單止係一個法律程序，佢係保險公司最能展現專業與誠信嘅時刻。一間公司點樣對待索償，就會決定客人會唔會再信你。做到快、準、公道有溫度，就自然贏到市場同人心。